上主啊，阮感谢你。只管的啊，唱歌称赞你的名实在真好。阮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下昏时保养你的信息。即时阮要唱歌学乐的歌，天父恩典真正大，来吟诗敬拜主。圣诗315首，咱徛起来吟2遍。感谢主赏赐丰盛、恩典甲慈爱，日日得引带。我要算小主的恩典，日日应有春。我要对主脚步无偏离，嘛做伙开声用主教示的主祷文，齐声祈祷。愿伫天立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里。愿日息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人，无得带阮入去，又救阮脱离你的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会用启应的方式读上帝的话。启应文24篇，诗篇100篇，伫信息的后壁面1041页。我要邀请大专的学生甲我做伙起，请会众来引。启应文24。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受到万代。三甲来祈祷，
讲了春雨润泽土地的主，感谢你赏赐雨水，佮赏赐日头予阮。还感谢你赏赐逐日昼夜稳定通用。主你养饲看顾细只鸟仔，你也亲自刮压雨水，予花草开花，树木本圆大壮。主你顾念阮的性命，你伫逐时逐刻引带带领阮头前的路。感谢主你陪伴阮，信实的主，阮要敬拜阿乐你。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也是做新事的主。你是施阮祝福的主，你的慈爱煞到永远。我们对日出来的所在称赞上主的名，直到日落的所在。我的心要因我的上帝欢喜唱歌。我有怜悯公义的主，我来到你的殿院，朝见主的面。你予了阮真做你的囝儿，伫世间真做见证。但伫生活中，阮的无细字会惊歪错，我们为着阮过去行歪错的路，深深反悔。有时阮会离开主，你爱阮行会好；有时阮袂记得将主的话轻调伫阮心内。免得我行歹得罪你。主啊，阮搁一遍承认阮所犯的过失，愿主怜悯赦免阮所犯的罪。愿至诚仁爱的主教示阮行做公义，谦卑对主的脚步行正路。掌管生命的主，愿要将阮的生命交托伫主的圣手。求主安静阮的心，予阮伫礼拜中搁一遍甲各我的主相拄。愿主的灵临在，透过王牧师的正道，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今仔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我们要为着大专事工向主献上感谢甲祈求。伫7几冬以前，你设立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成做北区大专学生伫台北的第2个厝，到今你由原呼召牧者，同工成做学生的陪伴者，陪伴因生命的成长，坚固因的信仰。你也将时代中青团契、台北原住民大专学生团契，阁有济学生囥伫阮的身边。求主教示阮着怎样成做因的好厝边，伫因需要的时，成做因的帮衬，成做因的代祷者。听阮卑微恳求声的主，愿将阮身边兄弟姊妹的欠缺摆列伫主的面前。无论是身躯的病痛、心灵忧伤、彼此的关系，伫生活也是工课中的压力。主你亲自医治看顾，赏赐安稳的心、平静的灵，在无论境有好歹，你拢照顾阮。阮也要将教会影音识别的换新的工程交托伫主的手中，愿主坚固阮手所做的工。主，你是搁真搁活的主，你也是无行回头路的主。愿阮轻调主伫听的内面学习主的教示，对主跑走天路无野线。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恭受上帝话记载伫《以弗所人书》第5章第8节到14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第222页。
伊附属人数第5章第8节到14节。因为恁前是暗，若是当点地主是光，就照光明的人来行。因为光的果子在伫一切的好、甲义、甲真，验明啥物是主所欢喜的。无伫参插伫黑暗无效果的行做，较好着即笔因，因为因伫暗前所行的，连讲着见效。多多凡事受即笔的，就是互光所显明，因为既然受显明的拢是光，所以讲困的人着醒，对死人中起来，就基督的光要照你。愿上帝的话刻条伫咱的心。赞美，请时代中青团契。因为赞美的诗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赞美煞，请王牧师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伫听中成长，哪像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也阁有北区大专中心的邀请，互我本身有机会来到高田教会，甲兄弟姊妹三角来分享。伫拄则礼拜进前，教会有祈祷会，礼拜进前有领诗，透过拄则的兄弟所讲到的话，讲到讲教会有几项物件，目前在更新。一个是顶悬掠楼的部分，第二个部分讲到硬体设备的部分。
所以讲到硬体时阵，讲到讲即个麦克风啊，吼，是第一遍尝试。啊，拄好牧师有即个机会，拄好试即个第一遍。今仔日不只是试即个麦克风第一遍，嘛是我本身第一摆来到台北的所在来分享的第一遍。伫分享之前，牧师嘛自我介绍，我是谁？我叫王建和，啊，我是伫屏东来出世，我是屏东人。我细汉从来无想过会来到台北来牧会，甚至伫我抽签抽传道书签的时阵，一抽就抽到基隆区，吼，比我所想象的搁较北边，吼。总是伫安尼款的情景下面，嘛透过安尼款的机会去了解，伫无共款的所在有咱料想袂到，需要咱做伙来关心的事。所以伫分享的大声，嘛邀请兄弟姊妹甲牧师做伙三甲鸭头先来祈祷。主要听阮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用你的听去应阮，互阮通伫你的面前拍败，互我会当屈落伫你的脚前。求你即时拍开阮正人的心，开拓阮内面的心。互阮通谦卑领受你话语中间的旨意，求你即时开阮的心，开阮的心，甲阮三个地地，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现今的今日牧师要甲咱做分享即个主题，叫做伫听中间成长，而且哪来哪亲像咱的主。伫咧分享的一开始，牧师要先问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安尼吼。就是兄弟姊妹，你认为啊，一个信主哪来哪久的人，敢有法度哪来哪亲像咱的主耶稣？咱先问咱家己的心，先问这个问题：咱信主已经偌久啊？然后咱信主遐尼久长的时间以来，咱敢有哪来哪亲像咱的主的模样？检查这个问题。会使讲，毋是真好来回答，因为对我来讲，我感觉这个问题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什么叫一体两面？就是同一个人啊，伊会当外表非常虔诚，但是嘛会当常时表现出非常无有信仰的情景出来。有一寡人伊信主真侪年，伊嘛真捌圣经，吼，伊嘛真稳定伫聚会，真热心伫服侍。总是当伊转来到伊家己原本生活的所在的时阵，伊就安怎？吼，无说你就发脾气啊，吼，啊无就是安怎？别人无两三句话了，就安怎？就开始玻璃心受伤啊，啊无就是安怎？看去别人。倒位做无好，遐做无好，然后就开始甲伊批评，甲伊论断。人嘛真容易陷落伫过去的家己迄款价值观的内面。伫即款的情景下面，咱反倒转来思考，安尼咱伫信仰顶头是要安怎样来成长呢？是要透过咱搁较拍拼的吗？吼，若是咱搁伫即款旧我、老我的状态下面的话，咱是要搁较拍拼的吗？搁较严格去要求家己做较好的，是安尼吗？啊是讲咱会当透过恶意的方式，将咱遐个稳捌的代志拢甲伊藏好起来。啊，反正无人发现，我就会当互大家感觉我是一个信仰真好的人。拢伫人的面前用上假的方式来表现，总是咱的信仰感是安尼款，啊是讲真正的改变，总是毋是对外口外在的外表来改变，是对咱的内面先互主的光来光照，敢是安尼？有时阵咱掠做讲，咱诚做基督徒爱诚做即款的人，叫做我要诚做无有问题的人。总是咱若回倒人来看圣经的时阵，圣经所教示的信徒，也是讲基督徒，也是讲相信上帝的人，敢真正是安尼款叫做无问题的人？
咱若看圣经，咱就会知，其实毋是安尼款。总是毋是信主的人，拢将来袂跋倒，啊是讲一个哪来哪互上帝引出的人，就拢敢若绝对无问题，敢若毋是安尼。是咱伫每一遍会跋倒，每一遍会受伤，伫迄款的情景下面，咱拢愿意安怎？愿意互咱的主来引出。咱毋是将咱黑暗藏甲愈好就好，是将黑暗放伫主的面前，求主来光照咱。今日牧师要透过以弗所书第5章，甲咱兄弟姊妹三角来分享。透过这段经节，互咱去看咱怎样伫上帝的疼中间，咱做伙成长。咱嘛伫主的疼中间，哪来哪亲像咱的主。所以一开始，咱先来看以弗所书的内容。伫以弗所书第5章，伫因迄当时的背景，保罗伫写这段话的时阵，其实毋是一句叫做真单纯的劝勉的话，吼嘛毋是甲因讲，吼恁爱做安尼较对，安尼做毋对，迄款道德的劝勉毋是。今日保罗伊所写的这张批，伊是写互伫信仰顶头已经徛在真久，信仰已经非常深，这款的信徒写互因的。只不过伫批中的内容有特别讲到讲，恁已经信主遐尼久啊，总是为虾米恁哪会还阁用过去的生活伫生活呢？咱嘛阁继续看以弗所这个所在是虾米款的所在？以弗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以弗所这个所在嘛充满侪无共款宗教的信仰，嘛是一个充满侪欲望、迷惑的所在。啊，这个过程为虾米充满欲望、甲迷惑，甲因迄当时的信仰的神明有关系？伫迄个中间上出名的神明，就是这个女神像叫做阿迪米。阿迪米伫希腊神传说中间，伊是一个固守家己的贞洁，非常注重家己的贞洁。然后伫迄中间，诚做真少年、美女的战士，即款的角色。所以伫即个中间是大家所真应该说真介意的一个希腊神明。总是到伫以弗所这个所在了后，将即个神明甲当地性，还是讲生子的崇拜，对伫即项代志会结合了后，伊所变成啥物？变成是叫做众生之母。为啥叫众生之母？伊原本头前挂的这叫做宝珠啊，但是到伫以弗所这个所在了后，这个宝珠煞变成啥物？灵房。将伊变做是灵房的过程中间，去象征即个女神像是一个伫大自然中间真后生态的一个神明啊。所以会当透过即款的描述去看到讲，即个以弗所中间所讲的即个阿迪米，甲原本的阿迪米是完全无相像。所以以弗所这个所在就开始有即款叫做庙祭，就是讲。信徒会当透过甲庙祭发生关系，来增加家己甲神明的迄个连结。所以当对遮来看去讲，迄当时的社会对伫性的即项代志是非常开放，淫乱的行为是哪来哪普遍，甚至是安怎是非常允准即款代志来发生。所以会使讲，这个城市是一个叫做欲望城市，还是讲迷惑的城市，也不为过啦。所以世界拢会当看到阿提米这款的这个神明的偶像伫迄中间。甚至讲，咱来看《使徒行传》第19章的中间，保罗嘛捌因为伫因中间传福音，然后去得罪迄个所在的人，伊得罪啥？保罗伫迄中间，伫19章中间捌讲一句话，讲人的手所做的，毋是啥物，毋是上帝。所以就一个制作文器的文匠，叫做迪米丢，伊就徛出来讲，保罗黑白破坏阮的生理，然后干怎，佮威胁着阿提米这个神明伫因迄个所在的名声。
所以伫即款情景下面，会使去想象，伫以弗所即个所在的基督徒，伊要坚持因的信仰，还是讲无爱卖互外口遮的代志来影响因的信仰的事，其实是真无简单的。所以对因的信徒来讲，是真容易将信仰变做是一个，我今仔日有来教会的时阵，有来聚会的时阵，我才表现出我是基督徒。出去了后就安怎？我就变成甲大家做伙迄款的身份，甲大家生活。所以福音其实真实真歹带入到伫生活的内面。所以保罗伫即条批内面，伊不只是对以弗所的信徒讲，你毋通做歹代志，是搁较深来对因指示讲，恁若真正属伫主耶稣。恁就袂使活甲亲像过去共款，亲像还袂认捌耶稣安尼的情景共款。所以伫第5章第8节的时阵，伊安尼讲，伊讲着讲，恁前是暗，他是光明的人，点伫主是光，就照光明的人来行。伫即段经节中间，会当看到讲，保罗毋是单纯讲恁较早伫即个暗静的所在，华裔讲暗昧的情境里面，毋是安尼讲，伊是讲整个生命的状态活伫个即叫做暗的情景下面。咱若单纯看圣经即个暗昧的即个原文的意思，伊除了讲着讲即个黑暗，除了是未知的状态，迄款的黑暗，嘛有特别讲着讲伫道德顶面。伫灵性的顶面，即款的黑暗，所以毋是人，毋是因有时做毋着代志，即款的安尼较尔简单拿定，是讲着讲人只要伫无伫上帝光照下面的话，人拢一定会伫判断顶面、价值观顶面，因家己的欲望甲人的关系，拢会互即个叫做暗昧的情况来影响。人检测会当掠做家己讲我拢真清楚我咧想啥，亲像我伫我的教会，兄弟姊妹足常甲我讲，我信主信遐久我家己知影我咧信啥。其实真实的情景毋是真正清楚，是要搁无明白真正的方向伫倒位。人嘛会使看起来表面真光鲜亮丽，但是因的内面是安怎？真紧张。真混乱，那么有可能伫群体中间讲的真有溃烂，讲话非常有分量，头头是道，但是因的心灵伫上帝面前是安怎？是要搁咧度孤啊，要搁咧度孤。所以伫保罗所写即条批中间是搁较慎重去描写，去对遮个信徒讲，咱已经对主来得到新的活命。咱哪会继续用旧的性命伫生活呢？咱嘴所讲，虽然讲咱拢是属于耶稣，我是属于主耶稣的，我是信上帝的人，但是到伫平常时的生活的时，咱的生活煞充满侪见效的事、温密的事、推促的事、妥协，在真理上妥协，无是无明的事。即款的代志，煞互保罗佮继续讲着讲11节到12节，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连提起也是可耻的。表示问题不只是对你个人的道德失败提出一个假释，嘛是对你整个的文化以及整个的群体所捏造出来迄款的气氛来讲，因为这个代志，互恁渐渐失去对伫分别对甲毋对，失去迄款判断的能力。人已经对伫做即项代志无敏感，人已经无搁仰望上帝来光照咱。更较严重的是14节继续讲到，人不止活伫黑暗内面，搁伫黑暗的中间困去煞毋知影。原来上可怕的代志是，人不只是伫黑暗中间，
是人伫黑暗久啊了后，连伊家己困去，抑阁毋知。咱非常平常心，非常无用，但是咱的内面已经困去，服侍真多，真热心，但是咱的内面有可能抑阁在度过。信仰看起来抑阁在维持，但是咱的心已经无阁想要求主来怜悯咱。咱已经互主受掉，到伫光明中间，咱阁亲像过去的家己共款，用过去的家己在生活。所以咱若看现在咱即个时代，其实毋是简单讲你今日伫做任何代志，咱来看讲到底即项代志是对还是毋对，安尼若定。是咱足请活伫一种叫做对伫黑暗的代志失去敏感的事。就是我们总是活在对暧昧的事情毫无感觉、毫无反应伫即款的状态下面。咱即摆手机啊，网络非常方便，真侪的讯息、资讯拢伫即中间。咱嘛有真侪的选择，甚至安怎？今仔日祈祷会中间嘛有讲到，台湾有足侪款无共款的支派，然后伫迄中间有无共款的声音。总是这个声音，敢完全拢是光明的，无一定。人拢为着某一款的目的，过甲家己非常的无用。伊真看起来敢若真有目标，真有安排家己的生活，但是伊煞毋知影伊家己到底咧无用啥物。有真侪人毋是无有能力，因是伫真想要表现家己有能力的过程中间，伫迄款的常识，伊的内面是真着活、真精湛的。可能伊外口是遐尔啊好，但是伊内面是安怎？抑阁真看路，抑阁咧甲人比较，抑阁感觉真空虚，抑阁感觉家己是受委屈的、压力等等。伊就伫即款一时好、一时歹的过程中间，伫遐挣扎。外口看起来是遐尔啊光鲜亮丽。但是哪来哪光鲜亮丽，伊的内面就哪来哪安怎黑暗挣扎。顶个月牧师甲阮兜一个小朋友1岁5个月，牧师就请带阮囡仔去师母上班的所在去甲伊探班。师母伊上班的所在拄好好伫教会山骹一间药局药局。然后迄天就是去路顶看有一间新开的鸡排店，叫做鲜乐炸鸡。然后就去师母的店，我就甲伊讲，我有看一间鸡排店的新开的，顶管写啥？3月20号脆皮鸡排买1送1，原价90，售完为止安尼。我看即句话，我就讲，等下我甲母母转去厝的时。我先行过遐看一下，看有啥物安尼。结果看到啥呢？看到头家咧创啥？伊咧拍宣传影片呐。伊请2个真厉害的媒体制作人，伫伊的店口甲伊指导，爱安怎讲，安怎介绍，然后录影片。然后就听到即个头家就讲。阮的食材真材实料啊，阮的腌制不加任何就是有诶无诶化学添加物，这个物件拢是真好，真好诶物件。阮的物件非常好食，恁一定爱试看觅。听起来，因为说我咧点菜结果我都无看老板的表情，听起来是非常的有精神，很有活力。结果我点好，我看头家的面，头家面是安尼。阮的物件非常好食哦，你爱进来食哦。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一直那个拍影片的一直跟他讲说，我们再重来一次可以吗？咱个顶来一遍，咱个顶来一遍。结果安怎？对头到尾，老板的表情拢是同款的哦。所以同一段的台词，伊讲几落摆伫迄中间。透过这个现象，牧师感觉讲一项代志，就是咱即卖的人，咱真够去经营咱对伫人看你迄款的形象。
然后伫迄款经营的中间，咱嘛真容易安怎，将咱真实的家己稳密起来。社群的媒体会当互咱表现出真好的家己，无毋对。总是咱嘛真容易将咱上真实的情景，拢甲伊藏起来。即马所有的图片、影片，拢会当修图，用 AI 来改变，真厉害。人嘛真习惯，透过修饰的方式，将咱的情绪做调整。检在毋望别人看到咱的时阵，是看到上好上水的迄面，总是无愿意互人知影。其实伫咱别人还阁毋知影咱是甚物款的情景的时，其实咱是活伫咧真疲劳、真忝的情景下面。当即款的人久久拢安尼来面对家己的事，一久了后，可能就安怎？伊今仔日要搁较真实去面对伊家己的事，就会真简单，也是真无容易，非常无容易。毋是因为咱内面真正对头到尾拢无黑暗，是咱受过习惯将黑暗的代志藏好起来。不过，若是一个人伊一直习惯伫即款叫做稳密的内面的话，伊敢会有真实伫生命顶头的成熟，还是讲成长？咱人去想讲，一个人伊无愿意互上帝光照的时阵，伊敢有可能有生命的改变？兄弟姊妹，咱有时阵会抓做讲，咱要学习亲像咱的主我们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咱是要诚做咱拄则讲的无有问题的人，甚至咱想讲，咱要亲像咱的主，是要诚做迄款完美的人，十全十美迄款的人。总是有足侪基督徒伫信仰中间，因所面对到的更较大的压力，就是要诚做更较完美的人的时阵，伊的另外一面是安怎？伊的内面是已经挡袂掉啊。伊毋望别人看，伊是袂使软正，你袂使失败，你袂使互人看去问题伫倒位，无你就看起来无亲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但是牧师发现，咱的信徒上可怕的代志，毋是假的，更较可怕的是这些事情，伊拢知影。伊嘛嘴会讲，人就是会软正啊，有什么办法？伊嘛知影基督徒毋是完美的人，也毋过这个话总是停留伫伊家己的头壳那顶，伊无肯伫伊的内心来做反省。所以，当即款的人，若是伊拄着真实的失败的时阵，拄着踢着铁棒啊，甚至别人真实指出伊的问题时，伊就会开始安怎？开始真着惊，毋知要安怎，甚至开始想办法来补偿，开始解说，开始合理化伊所做的任何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伊要安尼呢？就甲咱拄则所讲这个图片共款。我要成为完美的人，但是伊内面是安怎？真实的情景是，伊已经挡袂掉啊。要毋过上可怕的代志，毋是安尼那定。上可怕的是，这个代志大家拢有在发生。咱嘛拢知影，基督徒有即款的情景。总是咱上可怕的代志是，大家拢知影。总是咱已经感觉这是正常的代志。我们却毫无感觉，已经麻痹了。但是感谢上帝，面对着这款的情景，保罗毋是大声叫这个信徒爱安怎？你来靠你的意志、硬经到底，成做这款的基督徒。保罗是大声宣告，上帝早就已经在进行一件上根本的代志。第8节，咱来看。伊讲恁前是暗的嘛，但是焦点伫主是光明。行做就爱亲像光明的镜儿。一个真做基督徒的改变，毋是因为咱今仔选择这个信仰，咱就会让马上改变。咱嘛毋是靠这个信仰，然后努力拍拼，得当真做光的存在。
是因为基督的救恩首当其冲。咱搭点伫主内面，所以咱才是光明的。咱的本质的身份有改变，咱才会开始要活出合伫即个身份应该爱有的模样出来。也就是讲，上帝先将人对黑暗的中间，将伊引带出来。上帝毋是等咱，兄弟姊妹，请恁先各将你家己整理好，好你的情绪先处理好，我才来帮你解决代志。上帝毋是看咱到底牵得还是袂牵得，才来引带咱。上帝是临到伫咱了后，伫咱犹阁真混乱，感觉真见笑，甚至咱拄则讲到，咱的心犹阁咧困的时阵，伊大声用伊的恩典来将咱叫互醒。所以保罗嘛继续讲，若是安尼的话，咱若照主所教示咱的安尼做，安尼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甲诚实，也是讲真理，表示上帝不只将人带入到伫光明的中间，佫会互即个人真自然生出安尼款的果子出来。有良善，咱会开始对人有怜悯、有慈爱，佫来有公义。咱对每一段的感情，还是讲关系内面，咱拢会想办法甲上帝的旨意来对付准。最后就是诚实，还是讲真理，就是咱伫上帝的面前，伫人的面前，咱是用咱上真实的模样，无有虚假。咱拢是愿意活伫上帝的面前，光明磊落的人。兄弟姊妹，咱有法度去想象嘛？拄则所讲的这三个果子，这三个果子，也是讲生命的记号，敢有法度透过咱外在的表演、表现，然后就会当演出来？咱要听人行代志爱公义，甚至咱面对家己爱真实，靠表演敢有法度？咱检采需要互上帝来更新咱的内面，咱才有法度自然结出安尼款的果子。所以保罗在第十节继续讲着讲，所以伫安尼款的生命内面，咱爱不断去查验咱所做的代志，到底有合伫主的欢喜啊无？伫这个所在，上帝工作，互咱看见，并毋是将人变做是机器人呐。我就请教阮教会兄弟姊妹讲感谢上帝，无互咱变成安尼款的角色。因为足侪兄弟姊妹拢会甲我抱怨甲我埋怨讲，上帝啊，为什么是我拄着即项代志？因为身体病痛，着癌症。为什么是我得到即项代志？为什么是我的翁婿得到癌症离开我？为什么？毋是别人？但是我甲伊讲，就是感谢主，毋是互咱诚做机器人。若是咱诚做机器人，咱连家己选择的机会拢无。但是咱有法度诚做上帝囝儿，是伊互咱有机会伫所有的代志中间，会当有分别的能力。咱拄则一直讲着讲，什么是暗？暗总是互咱看袂清楚，甚至咱看甲模糊无明。但是上帝光的光照咱，互咱看甲非常的清楚。若是讲基督的真光光照咱每一个人的时阵，其实咱伫信仰顶头就袂车车问上帝讲：上帝，我安尼做敢会使？安尼做敢袂使？毋是，咱会不断去问上帝讲：上帝，我安尼做，你敢会欢喜？咱嘛袂阁问讲：上帝啊，别人拢安尼呢，我敢会使安尼做？咱是会搁较清楚甲主讲：主啊，我若是安尼我敢有哪来哪亲像你的款式？所以，亲爱的姊妹，属灵的生命的成圣，毋是道理哪慢哪做就好，
重点是咱伫主的面前，咱敢有好好面对咱性命的问题。好，亲像咱拄则所讲的，演的人嘛真多啊，捌圣经的人嘛真多，参加聚会真稳定的人嘛真多。但是托重者的捌真多，煞常常去闪避伊性命中间应该爱面对问题的人嘛真多。所以最后14节，保罗嘛咧讲，互咱一句搁较远望的话。伊讲所以主讲，你遮困去的人，着醒过来，对死里搁活，因为基督的光未光照你啦。上帝毋是点远远，插手徛深水，看咱到底咧发生什么代志。上帝是直接主动参与伫咱的内面，向咱喊话。将咱遮个还搁咧困的人讲话，该叫互醒，嘛要对心内麻痹去的人来对因讲话，嘛要对遐个已经对世间无有望的人来向因讲话。主的光毋是只有照好的人拿定，伊要搁较照光遐个愿意向伊来行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伫上帝听中间，咱要安怎样成长，才会当哪来哪亲像咱的主呢？有时阵上帝并毋是用即款叫做轰轰烈烈的方式，迄款的生命见证，互你一定爱彻底跌倒，然后生命翻转，安尼较叫做生命的见证。是伫咱伫平常时的生活中间，咱真实一步一步稳稳啊行，互基督的光光照咱的生命，安尼款就会使。上帝常常为着咱所做的代志，毋是即款轰轰烈烈的代志，拢是细项在影响咱。迄个细项代志，就是将咱对原本已经麻去啊，已经对伫罪恶无敏感啊，对伫暗昧不明的事情开始有感觉，帮助咱伫无有望的状态中间重新恢复迄款的感觉。原本咱有可能已经真习惯真无用，咱嘛真习惯长期以来去压抑咱家己。咱嘛真习惯，莫去提起过去咱别人捌伤害咱的，也是家己过去伤害过别人的事。但是上帝所透过检测，有可能是一句话，有可能是上帝的话，嘛有可能是兄弟姊妹的关心的提醒，嘛有可能咱今仔日，也是讲平常时咱所参与的礼拜中间，啊无就是咱家己一人静静在思考的时阵，即款小时刻。总是上帝伫迄中间帮助咱上大的所在，就是要将咱的心对麻痹的中间来唤醒转来。总是讲，虽然讲即个唤醒的过程毋是遐尔爽快，因为当上帝光照咱，要对黑暗进入到光明，够容易。但是上帝煞嘛透过即个中间去帮助咱看见，甚至看清。咱过去未捌注意过的所在，什么是咱未捌注意的代志？咱过去可能脾气毋是真好，但是咱无发觉到是，即摆的我敢若甲较早无共款。较早我是活甲真虚假、真骄傲，对人真冷心，嘛捌受过伤害，甚至咱会惊吓。总是因为上帝帮助咱了后，煞渐渐地改变，已经无共款。咱已经受上帝光照，但是上帝毋是互咱透过光照了后，你有没有觉得你很赤裸裸？做错事情赤裸裸，让你知错。上帝毋是要互咱感觉真见笑，光照是要互咱看见伊的意志早就临到伫咱就开始恢复。毋是要互咱知影毋对，才光照咱是大圣，因为医生疼咱，为着要拯救咱，才用光照咱。所以上帝常常透过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群体生活、地行动，甚至咱到伫今仔日，还佫真侪人
想要靠家己一人变好，所以望家己一人祈祷就会使啊。我家己一个人伫厝内面灵修就会使啊。我家己一人靠家己来修复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是到底最后，伊毋是哪来哪好，是哪来哪有问题，还是讲哪来哪孤单？但是接受上帝光照的囝儿，绝对袂安怎，绝对袂靠家己成长，因为咱拢是基督的身躯内面，然后咱做伙安怎，做伙泡澡，做伙成长，做伙生活。若是讲咱的固定教会，若是诚做一个，咱会当真自由、诚实讲话，咱会当诚做一个。会当接纳别人，伊愿意悔改时，甚至咱会伫迄中间家己扶持的所在。当咱的中间若是有人出现伫咱的内面，即款的人伊其实毋免用真大的困难，去假装自己好像很坚强，隐藏自己好像我都没有问题。伊就免假做即款的人，伊得当真实将家己表现出来。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咱身躯边有人对你讲，我最近真忝，我最近我的心思真混乱，你敢会使为我祈祷？当即款的代志发生的时阵，咱来把握即款的机会。其实即项代志嘛帮助咱，即个人讲出即个状况的时阵，毋是表示因的信用毋好；咱讲出来的时阵，嘛毋是表示咱的信用毋好，还是失败。是咱一直咧试方式，一直在尝试怎样用即个光来迈进。所以听毋是互咱安怎，互咱美起来，听是互咱伫人的面前。搁较真实去面对咱家己。对咧，小年讲过即句对我家己真有帮助的话，就是讲听是啥物？啥物叫做听？听就是伫别人的需要顶面去看见家己的责任。所以今日上重要的代志是上帝教导，伊要阁透过基督的真光，互咱不只是受安慰，嘛互咱的心灵得到更新。因是爱咱停留伫我知影上帝听我安尼的话若定，是互即个听真实来改变咱家己。所以，亲爱的姊妹，今仔日拄好是大专做伙北部是讲北区大专中心的纪念主日。牧师过去毋捌去关心过学生的工作。一直到伫透过我的妹妹伫高雄大专伫服侍，过去伊因为拄着男学生遇到就是足歹讲出嘴的议题啦，我简单讲就是讲拄着情欲上的挣扎即项代志，伊来问我妹妹，我妹妹讲伊是女生，不好回答男生。然后伊就将即个男学生来介绍互我，请伊来甲我联络，然后来关心伊。然后伫迄个中间才知影讲，原来伊的教会互伊真大的压力，就是伊袂使表现出有即款的精神，袂使表现出即款的软件，因为即个软件若表现出来，大家开始安怎？你就是做错事情。你不能看色情影片，你不能做不该做的行为。伫这个过程中间，伊就讲出伊的心是非常的挣扎。一个部分是伊做袂到，伊非常挣扎；一个是做到了后，伊有迄款有罪的感觉，伊毋知要安怎。然后伫迄个上时，教会毋是互伊上大的帮助，教会是安怎真做甲伊定罪的所在。所以伊有困难，才甲阮妹妹讲，然后我妹妹就将伊介绍互我，然后我嘛后来甲伊分享到伫最后，我用一句话甲伊讲尔啊，我甲伊讲一段圣经的话，保罗所说的，凡事都有益处，然后怎样？凡事都可做，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做，不都造就人。伫这情景下面，我甲伊讲。无论你要做或不做，我都支持你。我是这款的牧者，
总是安怎？到底这项代志对你有意义无意义？你会当家己去思考。但是我要先甲你讲，你今日做这项代志，无做这项代志，拢甲你做对做毋对无关系。但是上帝会帮助你，伫你感觉对甲毋对的中间，你家己去调整，慢慢的去调整。后来透过这个机会去牧养这个学生囡仔的时阵，才发觉讲，若是讲教会无法度真做安尼款的角色的时阵，要安怎样？我迄天我嘛甲我妹妹分享这项代志，我讲真感谢你徛伫学生工作的第一线，去甲因关心，去陪伴因伫因上精湛，甚至安怎已经离开母会，到伫远远的所在去读册。你要叫因去别间教会做的是真无容易，因竟然愿意待在学生团体内面来服侍，来伫信仰顶头成长，迄是一件真无容易的代志。所以伫远所在读册，母会无法度去牧养因的时阵，安尼谁要牧养因呢？所以我甲我妹妹讲，真感谢你甲因牧养，嘛透过这个机会才知影台专工作的无容易。所以后来透过这个过程中间，我嘛甲阮教会兄弟姊妹讲着，就讲着讲，兄弟姊妹，你看这个学生囡仔，今若是教会无接调，没有接住他，怎么办？伊今是毋是去外口读册了后，你敢相信？这个学生囡仔因为教会无时时去牧养的关系，伊敢会后来跋倒？绝对会。然后去读册遐尼久长，无转来母会过程中间，伊最后敢有可能离开教会？其实都很有可能。所以今日透过北区的大专中心的纪念主日，咱嘛透过这个机会，互咱高田教会真做接住北区大专中心这些学生是讲这些工作者的教会。透过以有所书第5章，互咱看见，咱真做基督徒成长，毋是用表面，是透过咱还阁伫黑暗中间，咱已经行入到伫光明的内面，咱已经有迄个快力，安尼咱怎样透过即个快力来去帮助，甚至光照遐个佫较有需要的人。所以兄弟姊妹，若是上帝佫一摆邀请咱敢愿意伊的光来行咧。原来毋是一直停留伫信仰的表面，是互咱会当佫较真实，甚至安怎？亲像咱拄则讲的咧，有兄弟姊妹坐落来，甲你讲伊最近发生啥？即个学生囡仔嘛咧甲咱讲，因最近有甚物款的欠缺甲需要，互咱会当佫较真实，做伙伫基督的光内面，互伊的听塑造。互咱的心，甚至咱的信仰，哪来哪亲像咱的主；互咱的行做，哪来哪亲像光明囝儿的使命；互咱的使命会当不断成长，会当真自然结出良善、公义、真实的果子。愿主的话帮助咱，即时3个后头来祈祷。主必听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互阮通明白，阮的心随梦黑暗，阮的信仰生活随梦跋倒，阮伫整个的生命中间，阮一直咧经历什物是失败。总是主你无大声指责阮，你嘛毋是先定阮的罪，你是先用你的听来听阮。先透过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阮来牺牲，为阮来行十字架的道路，为阮来死。总是透过主耶稣的死，要互阮搁一摆经历搁活的快力。迄个快力就是帮助阮伫还阁看起来真失败的中间，互阮看见还阁有可能性，还阁有希望。主啊，求你帮助高田教会，嘛帮助北区大专中心的事工，互阮会当伫即中间真做第一线来关心这学生囡仔的需要的人，
也互固定教会诚做因的祝福。愿主你赐福引带阮头前的路站，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感谢王牧师的敬祷，愿咱的性命愿意互主来更新，伫主的救恩的光照内面，无行伫黑暗，伫主的听中来成长，行做良善、公义、较真实，用新的诫命来回应。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真能了解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愿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咱决意三听，咱也要决意要甲北区大专事工正牧者同工学生三听。信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得你，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赞，请起入吟全首。请坐。
光明的上主，感谢你用无尽的疼带阮出黑暗，真做属你的囝儿。愿你时刻帮助阮，光照阮，互阮看见真实的家己，光照阮内心的黑暗，互阮将真实的家己放伫你的面前，互你的疼甲稳定来充满阮、医治阮。求圣神帮赞，互阮用真实的家己甲你相同行，因为你已经大声听阮、接纳阮。愿用奉献来回应你的疼。也诚做大专事工的支持甲帮赞，愿你感纳。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报告的大神，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也是真久无来的兄弟。好。对，因为我有小帮手吼。啊，我伫遮来小可甲大家介绍一下吼，嘛毋是介绍啦，因为久久才会看到一摆吼，嘛未来定定看。来，平恩跟子云的查某囝雨乔。哇，第一本哈是雨乔是第一次带进来，对不对？第二次，好，第二次哈，这一次他醒着，好，啊个有咱顶礼拜第一本到伫咱中间的曾根明的兄弟哈，好，曾根明兄弟哈，平安你今天比较前面哈，欢迎你哈，好，还有姑姑无看玉荣姐。哇，真欢喜看到玉荣姐啊！玉荣姐好，感谢吼，上帝嘛大大保佑吼，看过玉荣姐台北啊高雄安尼来去吼，个有甲咱今日即摆我先请问一下，大家即摆听影响感受安怎？即摆就真好，我甲你讲，这还不是完全的，咱若即摆是真好，未来搁较好。还知无？感谢上帝吼！今仔日协助咱教会影响的改善的魏弟兄嘛伫咱的中间，吼，欢迎伊来大家爱替伊代祷啦吼，伊目睭有一寡无爽快吼。咱的改善的工程吼，差不多搁爱进行一两礼拜吼，豆换吼，伊昨有前天吼让我试听一下，吼，牧师你有听到低吗？我说低，有，他说这个还不是最好，我说我好期待我好期待好，感谢魏兄弟吼，甲伊的团队吼，因为刷下来个会进入我们的影像还没换吼，喇叭也还没有完全都装完吼，嘛毋忙伫基督的内面，上帝来大来祝福这改善吼，个有吼今仔日嘛真感谢吼，要感谢什么样？当然是。感谢上帝是上吊，但是今仔日是啥物纪念主日？好，咱嘛真感谢吼那个师大团契所有的同学吼，伫咱的中间来服侍吼，来带领咱来敬拜上帝嘛，感谢欧牧师今仔日真好的信息，好来造就咱的教会吼，好以上。咱做伙来唱平安日的诗歌。本周的金句，咱台语一遍，华语一遍。
请认真设暗，若是当点伫主时光，就照光明的人来行。伊复数人数5章8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就说书5章8节。消息报告，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曙光纪念主日，感谢基督教会王建和牧师来讲道请安甲报告，也请兄弟为着北区大专曙光关心甲代告。伫遮嘛代表教会王牧师说多谢。小会公告，根据小会第548处的艺术六接纳张传山兄弟对原理教会转日本会李明汉兄弟转职到伫临安教会，报告说也请小会员来接纳。今年都伫5月24号有要到大溪的野外礼拜，报名到5月初10。请要家己开车前往的兄弟嘛，要来报名来排食饭的岛。报名费也请交互玉珍技师，也是绿建干事。第4点，也邀请大家会当炸家己的杯啊，也是食爱餐的碗会当来到伫教会，有厨啊会当来客。也请留这个纸杯啊，互第一摆来到伫教会的这个人客来使用。旧年度的奉献的证明也放伫大家的奉献的柜的内底，也请大家来抵。若是准阁有对毋是长老教会的机构的奉献的，你会摕到2张，请大家爱来收好。伫顶礼拜，可能大家伫奉献袋仔顶头有看到，你有贴一张细张的这个卡片，请大家嘛放心将这个卡片早转去处理。顶头有写一句话是耶稣搁我第一遍道显现的时讲的一句话，愿恁平安。也请大家平安，将这张卡片早转去处理。伫逐日的灵修，也是祈祷的时阵，你会当对顶头所写的经句来感谢，嘛来祈祷。若准你感觉这张卡片真水，你嘛会当将这张卡片扎转去，分享互你的好朋友，将属天的平安分享互因。团契的消息，今仔日青年的聚会是读册会，邀请青年学生嘛会当做伙来参与。上年大学礼拜2有上课，拜5是劳动节，放假1天。妇女团契下个月活力会是伫5月16号，有鼓声诗班的练习，阁有专题演讲。请兄弟若要报名，会当伫公报栏，也是伫群组接龙。告解消息，王福贤团队师洪立牧师受1天温礼拜，定伫过来即礼拜65月初2。上午10点伫东门基督长老教会，福贤团队是本会的青年，也请要参与的兄弟会当伫公报栏来登记，方便统计这个人数。也愿上帝祝福福贤团队的家庭甲伊手所做的工，下面的时间交互牧师。好，传山弟兄敢有伫咱的中间？请你来到伫头前吼，请咱本会吼，今仔日有来的小会员甲所有的长老吼，咱来接纳。欢迎来到伫来讲这请所有的小会员吼，在任的退任的拢邀请咱来进行接纳的。好。
时间伊长落有来。好，谢谢。陈山弟兄，你小，我甲你小可介绍一下啦。吼，陈山弟兄吼，差不多是4档前吼来到伫咱教会，伊前是伫苗栗吼万里教会，伫遐受陈方本牧师吼来领洗礼吼，搭伊已经真欢喜吼，伊真欢喜吼，参与伫咱固定教会嘛真毋茫讲吼，有一摆伊甲我讲真毋茫会当诚做咱的兄弟吼，所以我着甲小会员吼来聚集吼，将伊的花节甩来伫咱固定教会，咱拍谱欢迎伊来到伫咱的中间，好，欢迎，可以回座吼。好，伫遮吼有2点来补充报告吼，兄弟姊妹吼，头拄咱的词汇吼，真好吼，嘛有甲咱讲明吼，咱即马影音设备吼，已经有逐步咧更新中啊，有看到即个奉献袋无？我感觉设计了有够水的。请你吼不要因为它太漂亮而不敢使用它吼，也就麻烦你大方的使用它。好，阮礼拜主顺周吼将这个奉献袋放伫咱的招待桌遐吼，你若有感动，看到面顶的字，想到来伫上圣殿吼来敬拜伊，哇，得到真大的感动吼，请你嘛唔免客气啦，吼，免客气，咱做伙来支持吼，来关心教会的大细项事工。而且吼办公室有一点吼，要甲大家来说明，顶2礼拜前教育准备组吼有备办迄个教会那个个资法的说明吼，因为这个是为着来保全吼咱教会的行政的事工吼，甲兄弟姊妹恁的个资的保护吼，所以吼咱小会用1年的时间吼，当然咱的陆续吼都需要去填写这个个资资料的同意书吼，会当帮助咱的财务组伫咧后续吼，不管是奉献征信，或者是咱的保险吼，咱要出游吼，会当使用大家兄弟恁的资料吼，免得吼教会或者同工咧做代志的时阵吼处罚吼，当然这我们不会陷大家于不义，嘛毋望大家当理解吼，这是教会爱配合政府一定爱来填写的资料吼，请咱若有任何的问题吼，请你唔免客气吼，就来到伫办公室吼，来了解吼，来问安尼。好，以上这是咱的功德。守事工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叫醒阮还搁伫困的人，阮感谢你，也用你的光来帮助阮的性命，互阮知影路伫倒落，信仰的路要安怎行。主，阮感谢你，遮尔听通阮，求你也帮助固定教会，阮伫学习信仰的这条路。认捌上帝的真理的代志的顶面，阮有你家己圣神的帮助甲引带，阮毋是要挖靠阮家己的聪明甲智慧来认捌上帝，阮乃是要挖靠上帝的光来认捌上帝你家己。伫地上，阮也有侪侪生活、工作、家庭。身躯的健康，心内的平安，国家的民主、正义，侪代志，阮需要关心。但是主啊，有当时阮感觉阮无够呀，有当时阮努力的时阵，阮会失败，会挫折。但主啊，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阮若有做毋对，伤害人得罪上帝的代志，求你怜悯赦免阮。但主啊，阮还阁有侪属伫上帝你的良善、你的诚实、你的公义，
你会疼痛，我要努力去做。求主你啊，鼓励阮，互阮的生命有快乐，有忙。我们将阮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伫国家社会每一个生命，阮的欠缺，阮的无够呀，带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身来扶持帮赞。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落尾的圣诗，吟诗煞请王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受上主的祝福，愿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自古早到现在，甚至到伫未来会疼痛，圣神的相通常常甲恁众人三脚伫地，透过基督的真光光照恁的生命，互恁伫地上所行踏的一切事顶面，会当荣光主的名。愿主的神常常甲恁三脚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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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姊妹，请坐，默祷闭会。